我目前咧嘅重點係做好行政長官嘅工作啊。過去嗰2-3年嘅時間咧，根據政綱，根據施政報告咧，一一落實我喺政綱。我目前唔排除任何嘅可能性。有關是否競選連任嘅問題咧，呢個係日後嘅事。喺平行時空入邊，我哋揾咗幾個議員同特首梁振英對答，聽下佢哋盡訴心中情。為你鍾情，肯定係有問題。呢度特首未香港都玩完。Shame on you！你自己係咪一個偽君子？你自己決定啦，多謝。一生手指盡吐心聲。呢啲咁嘅小爬蟲，我都唔知係乜。漁農界係成為咗犧牲品嘅。你連直選都唔敢參加啦，笑大人個口啊你！唔好一朝有權就去弄權。發神經啦，收聲啦！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説話。強烈譴責，包括接受美國支持嘅梁振英。但係我個人覺得咧，機會等於零，大家都好冷淡，都係冇乜一個熱切嘅反應嘅。對我講一聲，終肯接受。